宣召。上帝啊，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予我的内面有换心、有正直的神。上帝是光，咱也行伫光明，就咱三甲交陪。佮咱所交陪就是甲爸以及伊的囝耶稣基督。现在，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甲的祈祷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赐我平安。上帝有个就是拄起世间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赐落恩典予我。伫这个时阵，我要当心三甲来祈祷。你别用我讲，既然两三个人以你的名下面来自证祈祷的，你的确会来成就。但现在你的路目所求。若是合乎你的旨意，愿你来成就，互阮一生拢会当明白你的真道，来享受你永远活的这个活命。但现在天气渐渐变寒冷，但阮真担心，遐会因着光明风失去家园。这个灾民因继续为着因要来祈祷，虽然因是暂时徛起伫地方政府所安排这临时的避难所，总是条件还佫真有限，因为人常常爱讲，斗受毋达到低条稳。人还佫是爱踮伫家己所熟悉的家园，佫求特别上帝来怜悯，让这个家园重建，会当紧紧来完成，会来抚平遐个失落亲人的痛苦，甲伊心中的阴霾。但阮也要感谢上帝，赐予阮新的一年。今仔日是2022年第1个主日，愿上帝赐予阮台湾的百姓有一个新的这个环境，用稳定做年冬的免流，予阮新的一年的路径有油得滴，有上帝赐予，互台湾美丽岛会当过着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、国泰民安的这个生活。2300多万，阮的贵族之亲会通蒙恩，佫得到福气。今日我佫一摆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来敬拜乌罗尼，佫主日来人民馆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，做伙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成为上帝要所的一个管道，
但现在困苦主你，先来得将罗卜的嘴，甚至也来教导我哋每一人的心思意念，我有忘本的一个主人，愿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世间的罪，赐我平安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21节到24节。21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：“伊犯的即个偌久啦？”讲对细汉的事，偷偷将伊迄落火、迄落水灭灭伊。总是你若为做啥物，着人民来帮助阮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怎样讲？你若话啊？”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囡仔的老爸连鼻后叫讲：“我信啦，我所信无够的，你着帮助我。”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到24节。23节，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尽正性，佮愿恁的神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吊恁的是信心。伊也要正义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既然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们。学了，写汉吧。咱着向前行伫上帝光。那么，这首《写汉吧》是这个非洲诸如这个族的这个学落的诗歌吼。那么今仔日是这个2022年第一个主日，咱着爱向前行伫上帝光明中，互咱通远离变种的病毒 Omicron 的这个搅扰，互咱今年有一个新的愿望，愿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有上帝同在。阿们。咱只是要来吟这个写汉吧，咱向前行伫上帝光。
马西呀蛤蟆古嘎人滚狗，西呀蛤蟆，蛤蟆西呀蛤蟆，蛤蟆西呀蛤蟆古嘎人滚狗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 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，向前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向前行。 伫上帝的光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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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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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咱是啊，咱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。 是啊，蛤蟆，蛤蟆是啊，蛤蟆，蛤蟆是啊，蛤蟆古高人滚高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。 咱着向前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是啊。 滚高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。是啊，咱古高人。 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是啊，咱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是啊，咱是啊，咱是啊，咱古高人滚高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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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着向前。 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
古高远远高，是啊蛤蟆，蛤蟆是啊蛤蟆，蛤蟆是啊蛤蟆古高远远高。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着向前行，向前行，咱着向前行伫上帝的。
各位乡亲、时代、亲爱的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伫这个顶礼拜，这个主日的讲道，我有提起这个哈德逊河这个新约。因为顶礼拜有真侪人因着这个圣诞节这个假期，因拢出城无伫厝内，所以我就佫简单佫来说明一遍，这个新约是到底是啥物东西？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有一架这个空中的巴士，对这个纽约的这个拉瓜迪亚机场来起飞无偌久，去遇到这个交军的这个冲击，所以两个引擎拢失去这个动力，所以伫这个飞机场的指挥的下面，飞机真平安来迫降伫这个哈德逊河的顶面，所有人客甲这个机组的人员拢无人有死伤。后来这台飞机的这个路线图，甲伊起飞甲安全迫降的这个经过，伫这个网络顶，大家三指来传送给大家。伫迄份的记录内面，除了俄罗飞机长有超水准的技术、人为不乱的之外，还佫一段描写人客这个反应。伫这个报告内面，伊讲吼，伫迫降的时阵，有的人客大声咧吼，有的是将头壳抬伫这个两腿的中间，有真侪人不断大声咧祈祷讲主啊！赦免我的罪吧，主啊！赦免我的罪吧。遐伫祈祷的人，毋管因是毋是基督徒，伫这个生命最后的时刻，拢会体会到这个对着赦免的这个重要性。那么，对古早以来，罪不断来搅扰着人来到上帝面前，这个罪也毁坏着咱的这个灵魂甲体。这个恶魔透过这个创造，上帝互人甲伊来建立这个好的关系，互人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身份甲地位，也互人有权柄来治理全地甲万物。总是呢，因着受骗甲犯罪，人就将这个权柄煞让予这个撒旦。撒旦怎样来使用这个权柄呢？撒旦利用着罪恶。判别到死亡，来控制伊所统治的这个世界，所以人类这个灵魂体就受到各种无共款程度的毁坏甲折磨。这里是上帝创造人的心意嘛 ？No， 当然毋是，总是靠着家己的溃烂，人无办法来脱离撒旦的手。所以上帝就为着人类备办一个十字架这个救恩。除了十字架顶的救恩以外，咱拢无困难甲权柄，通赢过这个黑暗的势力。所以这份的这个救恩完整到一个地步，不但互人甲上帝和好，也佫互人的这个灵魂体会当脱离这个撒旦的捆绑。得到完全的这个医治，伫这个新约的这个希腊文，救恩这个字的意思，通用作完整，还是医治来做解释。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的灵魂体通得到恢复完整的地步，彰显出上帝放伫咱内面这个荣耀的这个形象。咱的上帝是信实佮守约的上帝。那么被称作上帝囝儿查某囝的咱，却是真容易避免呢，嘛真容易失去这个信用。所以人讲常常避免，敢若像伫现实遮尔紧。当主耶稣伫这个十字架顶讲出最后一句话，讲成了，不但是完成上帝这个拯救赎，互罪人脱离这个黑暗，通进入上帝这个光明的国度。成了这句话，也包括着上帝这个意志，是已经完全的这个事实。你只要伫上帝
实可信的话语中认定上帝。既然伫你的身躯顶来动工了，虽然还无成就，总是上帝已经伫进行了，伊要成全到底。我知影大多数的人对这个祈祷得到医治，依然带着这个怀疑甲惊吓的心。所以今仔日，我要用这个马可福音第9章，一个老爸为着这个着猪母殿，还是讲羊形的这个囝儿，来用主耶稣基督求医治的故事，要甲大家做伙来探讨这个怀疑甲惊吓的原因，来当将这个脱害提走，咱的活命才会通食做上帝祝福流通的这个管道。马可福音第9章记载这个猪母殿的这个细囝，伫众人面前皮皮抓，佮救筋，倒伫涂骹顶。囡仔老爸真着急，对主耶稣讲：“你若会通做甚物？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来帮助我。”所以主耶稣就对伊讲：“你若会信，伫信的人凡事拢会。”主耶稣真清楚甲伊讲：“我通医治你的囝儿，这是关键是在伫你的信心。”但这个老爸听到主耶稣的回答，伊马上意识到家己的信心无够呀，则为着囝儿，伊愿意突破家己的这个怀疑甲惊吓，所以伊回答讲：“我信，就是我的信无够呀，求主帮助。”所以最后说就马上责备这个垃圾鬼离开迄个囡仔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恢复正常了。那这个在围观的人，无论因是不是有知识，还是经历，拢袂当好任因眼前看到这个神迹。但我甲牧师娘，我嘛有一款宝贵的这个经验。伫这个2000年、2000年，我迄阵，我对北加州要开车，要搬去德州，这个 Houston 进前几工吼，牧师娘所发现，伫个正面的阿妈棍有一粒像鸡卵这大粒的这个肿瘤啦。哇！我真惊吓，所以就大声去找这个旧金山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医生来检查。这个医生就甲因建议讲，恁都要先去做切片检查看卖咧，再来做下一步的这个步调。所以当时我无能力来买这个医疗保险，我只有恳求天父上帝医治那定。所以当我搬出的这个大卡车，我租一台大只的这个友好的这个卡车，我后面佫拖一台我家己的车。无顺着到我细仔查某囝，因要开一台车，我的车队安尼浩浩荡荡经过这个洛杉矶这个 Double Tree 这个饭店，阮就去参加这个2000年的这个爱修园的这个特会。我会记得第2天的这个早时，有一个青年韩国牧师，伊名做齐安牧师哦，伊伫讲道，伊讲道讲到一半时，伊停落来，伊讲。伊有一个感动，伊要为着在座2000外人中间有艰苦病人来祈祷，要求天父上帝来医治。这是伊的方式真简单，只有请你伫原位徛起来，你的手放伫软正的所在。哎，真歹势哦！我做牧师的人，我家己无信心，我徛袂起来。所以我看到牧师娘伫我的倒边。又徛起来，我大概偷看，看牧师娘伊手是放伫倒位。我想讲伊大概放伫这阿妈棍这个地位顶悬，结果无呢。牧师娘说伊的双手放伫这个骹头顶面。哦，原来阮咧搬厝的时，伫运搬物件时，阮对楼顶搬来楼骹，按起起落落去伤着伊的这个骹头。所以牧师娘的手放伫伊的骹头顶悬。当这个其他牧师祈祷了后，有真侪人得到医治。就是我看牧师娘时，牧师娘甲摇头，伊无得到医治。总是经过10分钟，这个其他牧师摕起麦克风来宣告讲，
伫现场，上帝今仔日已经医治一个姊妹阿妈棍的肿瘤，请这个姊妹站起来。哇！老牧师娘大声话讲：“我的瘤已经无去了，我的瘤已经无去了。”哦，当时我惊一个，我一日讲这个瘤是不是移山走去别个所在？感谢主，拢总找无。所以现场拢为着上帝医治来欢呼来鼓掌，阮亲身经到上帝这个奇妙医治，后来阮就平平安安、欢欢喜喜一路开车到这个 Houston， 开始来侍奉上帝。上较奇妙的代志，我讲互你听吼。当我52岁的时，上帝呼召阮伫这个 Houston 一间华人的浸信会来服侍。到62岁的时，上帝呼召阮去美东 New Jersey 台湾归正教会来侍奉。到72岁的时，上帝佫一摆呼召阮来到 Kentucky Louisville 这台湾长老教会来侍奉。所以每隔10年，上帝拢无共款的呼召。所以这20多年来，我经历着美南浸信会、归正宗的教会、长老宗的教会，下过3个无共款宗派这个侍奉。感谢主，因为上帝保守，互阮目前还阁通继续为着上帝来使用。所以世间人也会谈到这个信心，就是因对信心的定义，甲圣经的定义拢总无共款。对世间人来讲，吼，信心就是一种乐观、积极的这个思想，建立伫这个知识甲经验的顶面。总是知识会甲你讲，我未了解，所以未通接受。经验也会当甲你讲咧，我从来无这种的经验，所以我未通接受。捌一摆吼，伫这个 Houston 我有一个好朋友吼，伊一个老基督徒，毋过伊还阁过这个古约时代这个思想。伊捌对我表示讲哦，老师啊，圣经内面的信者，即摆拢无安尼，伫这个世道的时代，拢已经终止啊。总是呢，我将我甲牧师娘，我得到医治的这个经历，甲伊分享的时，伊确实大喙开开，讲袂出话来，久久无法度来应答，就是因为伊无了解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去接受。伊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无咯，这个就是人知的这个偏见、认知的偏见哦。信心本来就毋是人所有的物件。伫咱顶头生的时阵，信心就对着这个圣神进入咱的心中。这个信心是超自然的，有着这个凡事拢为这个潜力、潜力。所以最后所讲，你若为信，伫信的人凡事拢为。这是一个绝对肯定的应允。最后所无设入任何这个限制，比如讲，你一定都要将圣经读一遍，你才会通凡事拢为。上帝伫伊所讲的每一句话顶悬，拢有含这个保证兑现的这个因啊。上帝真乐意，将伊所有的能力要赏赐予咱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咱要有这个信心。有真侪人的信心，就亲像这个老爸一样吼，讲主啊，我有淡薄仔信心，毋过我嘛有淡薄仔这个怀疑呢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姐，如果你必须伫上帝所讲的话，或者是你的知识甲经验中间做一个选择的时阵，如果你若是愿意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就会取代你心内迄个怀疑甲惊讶。兄弟姊妹，最后所已经为咱放下性命，减讲伊无要顾咱的身躯的病痛嘛。相信上帝意义是有道理的。如果你的手表若歹去，你敢有去找这个目枪来修理嘛？如果你的身躯出问题，你用去敲找迄个创造你身躯迄位嘛？安尼才有道理嘛？那么请问，是甚物人创造你的身躯的？就是上帝嘛，
毋是医生哦。医生的知识财物，嘛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呢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灵甲魂破病了，通常会带来这个身躯的破病。所以，如果若无去解决这个灵甲魂的这个问题，咱的身躯无办法通得到全然的医治的。所以，有的人必须要去饶赦某一个得罪伊的人，也是讲承认你犯某一个罪，甚至对某种的捆绑得到这个讨绑，得到医治的祈祷，安尼才有效果。所以，迄台北港的飞机顶面的这个人客，伫这个生死关头的时，伊采取三种反应：有的大声的嚷，有的将头壳抬伫两腿中间，有的人祈祷求主赦免伊的罪。也即，你是属于倒一个人客？无论你是已经信主，也是还未信主，但愿你较早一点去做这个祈祷，讲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求主赦免咱的罪。我保证，迄个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会进入你的内心，接续迄个属天的医治会紧对着伊要来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24节，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人祈祷讲：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互恁全然正圣，佮愿恁的灵魂甲身躯得到保守。伫我主要所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通指责，迄个调恁本是信实的，伊要成就这个代志。所以上帝讲：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破病，毋管是灵魂体，倒一部分破病，咱的主要所基督就是咱上界好的医生。咱的中间检查也有人无领受到这份这个救赎的恩典，我要鼓励恁，毋通阁错过这个机会，毋通阁白白受苦，请你抓牢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。我要保证，你不但无任何的损失，也会通享受到心灵完全得到医治的头绑。真毋免惊，就是了着上帝伊的应允，伫这个新的一年2022年，互咱做伙来活出这个光强壮大，经过上帝的生命来见证咱所信的上帝是国真国活的上帝。阿免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回应是我，就是我，迄个人就是我。因为今仔日搁一个网络的讲道，我的主题就是帮助我的毋信。但这个我就是过去迄个毋信的人，讲就是我，迄个人就是我，就是今仔日得到上帝特别的拣选。互人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通食做别人的这个祝福，就是我。迄个人就是我。过去暗淡人生拢无盼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互我的心悲哀，一场的这个迷茫，生命拢无意义，袂捌有得到安息。就是今仔日全然改变了，面对新的活命，我真欢喜。面对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一种盼望，就是我，迄个人就是我，得到上帝特别的拣选，入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通食做别人的这个祝福。阿免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因着上帝特别拣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才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。互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，生命拢无意义，
真是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真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生命拢无意义，袂有伫安中，总是打转念改变，面对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拄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真多别人的祝福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捌主耶稣。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改变，面对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。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生命拢无意义，袂有伫安中，总是打转念改变。命真欢喜，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拄着上帝特别的竞选，认
捌主耶稣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，真多别人的祝福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到上帝特别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生命拢无意义，会有伫安着，总是全然改变，面对新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到上帝特别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到上帝特别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生命拢无意义，会有伫安着，总是全然改变，面对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拄着上帝特别竞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真多别人的祝福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遇到上帝特别竞选，认捌主耶稣。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艰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迷茫。生命拢无意义，会有伫安着，总是全然改变，面对新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遇到上帝特别竞选，
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得到上帝的评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心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。过去暗淡人生拢无望，拄着痛苦事，予我心悲哀，亲像是一场平淡。生命拢无意义，唯有你安详，总是。全然改变，面对生命真欢喜。就是我，迄人就是我，拄着上帝的评选，认捌主耶稣，甘愿献予伊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真多别人的祝福，真多别人的祝福。咱做三角的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20到24节，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，完做来思想，帮助我的悟性。伫今日的事实中间，互咱知影，当一个人的灵魂破病的时，通常嘛会带来身躯的这个病痛。如果若无去解决灵甲魂的问题，咱的身躯是无法度得到完全的医治的。有人必须去饶赦某一个人得罪你的人，也是去承认咱做过这个罪过，甚至伫某种的困惑中间的得到头放。对着医治的祈祷才有效果的。上帝讲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破病，不管是灵魂体，倒一边都是破病的，咱的主要所基督是上较好的医生。当然，中间也有人无领受到这份救赎的恩典。我要鼓励咱大家，唔能够再错过这个机会，唔能够再白白来受苦，请你抓条是物件的这个救恩。我要保证你不但无有什么款的损失，佫会通享受到心灵完全的医治，甲得到头放。所以唔免惊，只有信，抓到上帝应允。在这个新的一年，互咱活出这个刚强壮大，经过上帝的活命来见证，咱所信靠的上帝是佫真佫活的上帝。主爱天父上帝，阮多谢你，赐了这宝贵的这个话语，来坚定阮的信心。哦，父上帝，你赐予阮的毋是惊吓的心。乃是刚强壮大的心，所以阮通坦然无惊来到主你的心母座前，为着要得到怜悯，来得到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哦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中间也阁有人无认捌你，万你拄起因心中怀疑甲惊吓，
互伊会当踏出这个信心的一小步，来领受到你丰盛的救恩。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那这点，老师要甲恁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主甲怜悯，最后所记录稳定，圣神保守甲拢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时代。今日的实体礼拜以及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要过一段路。咱嘛后回同一个时间，伫教会也好，伫空中三行也好，愿上帝所保护恁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搁一遍甲兄弟姊妹讲，新年恭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招万百姓做下场，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